兄姐平安快筛确诊所以今天的声音比上次还要不好请见谅继续用圣经的经文跟大家分享，愿上帝保守大家。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6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7篇第1到第2节，11到20节，列王记下卷第1章第1到第12节，加拉太书第4章第8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意加拉太人。我们应该要在意谁？在这个中文翻译的这个在意，我们应该是说很关心，很在意的意思，并不是一般在说英文说 take care， 那个 care 是一种很在意有其他的英文版本翻译成 concern 那我们要思考的是，基督徒跟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教会不需要为社区存在，有些教会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应该先把教会顾好再说。当然我们同意做事情是有先后次序，有优先次序。当然也听过人家说爱人如己的诫命就是要先懂得爱自己，但是这样的论点却没有提到爱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要爱人。当然教会自己需要有够强，才有能力去关怀社区我们的邻居。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如果我们的能力不足，就不需要去爱别人了吗？那么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标准是有足够的能力？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愿意开始来关怀教会以外的人呢？耶稣基督曾经说，父所给我的人都会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的人，我绝对不会给他们舍弃，因为我从天上降下，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事情，乃是要实行差我来那一位的旨意。这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37到38节，耶稣基督说的非常清楚，上帝所赐给他的人绝对不会舍弃他。耶稣基督所说的，在这里所提到的第2件事情，是因为他从天而降，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要按照差遣者的意思。那我们要问今天的第二个问题了，什么是上帝给教会、给基督徒的旨意？有人说，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他关怀、他在意加拉太人，是因为指着加拉太的基督徒。可是如果我们读了今天的圣经，就知道圣经跟我们讲另外一个角度。保罗说，过去你们不认识上帝，被那些不是真神的神明所奴隶，现在你们认识上帝，或者说已经被上帝所认识，为什么又要回去找那些无能无用的新朽之灵呢？
为什么要重新去做他们的奴隶呢？你们竟死守着某些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很替你们担忧。只怕从前我在你们当中的工作全部都落空了。事实上，保罗给加拉太众教会的基督徒的信，这些人都是第一代信徒，当初都是教会外面的人们，因为保罗以及同工们的关怀而进入教会的。在加拉太书第4章的记载中，保罗又进一步关怀已经信主的加拉太基督徒，他担心他们的信心不够稳固，又回到原来迷信的情况当中。那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是我们的能力够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听过很多的教会常常说，我们还没有训练好，我们能够怎么做？当然，在训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乎训练，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预备好了，或是说不知道什么样的时间点可以开始付出行动的时候，那个训练常常就会没有效果。上个礼拜一天，三峡长老教会的接纳，让我的儿子大儿子木平有机会分享了他参加几次的宣教行程。起初有参与这个在南加州一个城市叫做塞纳安娜的流浪者之家他们一个参与服务的志工队。另外也曾经参加 Montana 的盖房子给低收入户的这种慈善行动，有海地以及多米尼加医疗宣教，有厄瓜多原住民部落的宣教，这是他参加比较多次的这个宣教旅程。我们就以厄瓜多的宣教来分享来谈。他总共参加了4次。他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呢，他什么都不懂，一个高中生有一个强烈的参与的心，所以他有心参加的人都必须要先报名，要先缴定金，并且必须要跟教会以及这个一个国际儿童组织叫做 Kids Around the World 签合约。签合约的原因是他们必须要确定他们在这个暑假当中有几个人可以去，他们必须要先订机票，要去拿签证，以及大行程的安排等等的事情。然后孩子们就报名者自己就开始要为了自己的旅费来募款。在出发前大概1个半月的时间，他们分了几个主日做一个行前的训练。这个行前的训练除了他们要做的事情做一些分享之外，比较多的是行程当中是需要注意的基本事项，例如在不同国家有一些不同的防疫规定，要打的预防针等等的，还有因为文化的差异，在这上面呢，应该要避免的一些冲突的可能性。
在第2年的时候呢，因为我儿子的参与，他就开始被招募成为核心同工。几个月前，他们就开始讨论了整个的大行程里面，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开始这个筹备要准备去的东西，然后邀请同工来参加。第3年呢，因为他在第2次的经验，在教会见证分享的当中，就提出了一个简易过滤水的意向跟计划。后来教会这些长辈就邀请他担任那一年的副领队，负责规划整个的行程，也开始带队来募款，为了购买这个水过滤器的事情。负责跟当地的牧师同工联系，训练当地的同工能够接续他们所做的事工。那我们也很高兴，在这1年的当中，牧平的双胞胎弟弟牧安也有机会一同前去。后来第4年，他渐渐要退下来了，就是2019年，他们开始物色接棒的年轻人，然后开始做简单的训练。他们是从这种很实际的关怀工作上面，他们边参与边受装备，渐渐的成为主要的同工，上帝的仆人。也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他的呼召，看到我们所应该要关怀去宣教的对象。诗篇77篇第1到第2节，11到20节。我向上帝哀叫呼求，我高声呼叫，他垂听了我。患难的时候，我祈求主，我整夜举手祷告，但得不到安慰。11节，上主啊，我要记住你伟大的作为，我要回忆你往日所成就的奇事，我要诚实你一切的工作，我要默想你大能的作为。上帝啊，你所做的都是圣洁，没有其他的神可以跟你相比。你是行神迹的上帝，你向列国彰显你的大能，你用你的大力救赎你的子民，拯救了雅各和约瑟的后裔。上帝啊，河流看见了你都畏惧，深渊看见了你都站立。密云降下大雨，天空发出雷轰，闪电满天奔驰，你的雷声隆隆，闪电照亮世界，大地惊惶颤抖，你跋涉海洋，跨越深渊，但是你的足迹无处可寻。你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像牧者一样带领你的子民。恳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位有呼召的基督徒，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以及呼召，让我们去关心，知道要关心的对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